家家有好声，马上哥哥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位。大家好，我是英英。哎呦，做节目免按出做唔得安样去。唔系，我最近呢动手一件事情。嘛是啊。就系啊，我让我来视频嘅时间，佢唔认识了抢菜呢，佢发到咧发菜系上到咧书档诶，咩当好笑吗？乃拢讲，你下细年的吼。蛮耐路安样去，有树基础好啦，树基础有农场啊，工笔堂啊。还有种的。有种的。你会认识太迟烟呐？不过你下讲起来，你下细年要正经遐样，无嘛个机会做咧去，还记得细细时节去印象动城的迄嘛个地方无？为伫个奶啊、行路啊、摘青菜啊、看花啲花名啊，今日成日全部唔掂呢。咁样啊，是要讲么？会。唔是讲，拢讲爱吼发现一只私人景点哦，一级棒。用办私人景点一级棒。你去到 KB 感觉像穿越时空啊！穿越时空你要去哪呀？算弄个细细时节啦，你还记得细细时节，差不多哪行就种田种鱼诶，感觉大自然有冇？冇笑冇理嘅感觉。系啊，我讲。唔但唱歌聲遊戲，我佢比攏跳架唱歌啦，你知道咪？哦，咁實介紹俾我認識。來，分享一下劉明芳劉先生，分享。Hello。哇，太公你好。你好。很後生哦。係啊，您來就學帶電路啦。聽帶電路啊。來，自家做一下，自家做乜嘅？客家糍粑。客家糍粑哈，喲。客家糍粑咩用樹來念咩？用斷咧。用斷啊，用樹來斷哈。走，來，斷一下，斷一下。哎呦，你還用按嚟呢？係，你啱啱有斷。自家做糍粑。自家做糍粑。鐵條腐咩？自家糯誒。自家皮誒。自家皮誒。自家皮誒，那邊客家嘢。條粉。你講腔樣哈？講是煙咧，係。終於有一次可以講一樣。跟我講佢哋做得冇？做得。做得。來，sense，我 sense。吃得出來那個 Q 彈度，就係手工做嘅。手工做的，還有乜嘅？吃下去你就知道，回到小時候了，回到阿婆的懷抱裡的感覺。農業應介紹下，我去過咩？你嗰邊有乜個特別的地方？我農業呢度主要係我哋用以前落石胎方式，用天然的方式，完全冇用化學肥料。冇用農藥，希望講啊，本來料嘅人客啊，像我身嘛，就是食一雜，這個是做神。哇，咁就係完全不人看到農村嘅生活形容版。我嘅一般來田茶廠是全部鋪嘅沙沙嘅，全部用鳳凰奶。按古老嘅套路。係哦，冇鳳凰奶哦。冇鳳凰奶。係啊。哇，咁正經就係去種下咧。這個客氣下，唔不難做乜嘅嘢。我本來到喺算買天子嘅十批，然後靠人去做生意嘅。靠幾年，結果轉到農種嘅時間，電到用按傳統嘅生活嘅咧環境，對本大家去看去體驗嘛。有冇？有好當厲害哦！我講厲害係你叫佢煮菜。我聽咗好啦，今日來啦，講到按度，一定要先注意下，因為鄉下嚟做菜，好冇？今日先做鐵道菜嘛，係豆腐魚、菜頭飯。菜頭飯，一睇起來係客家人夾些東西，一貼喺啲那邊。嘅菜頭飯係我哋自家做嘅，自家磨米，自家做。自家做菜頭飯？係自家做呢。該不會豆腐魚咩自家做嘅？豆腐魚咩自家做？你的反應很自然，表示我猜對了。繼續來做，繼續來做，來，豆腐魚自家做嘅。當然咯，啲皮料都當然，但係有啲要玻璃菜、鳳菜頭，還有蒜頭、卵、葱嘅。好啦，開始做。好，自家做嘅菜頭飯真係冇嘛強樣哦。開始啊！我先攞菜頭飯先來切。好。
我問哦，今日伫做頭做嘅菜頭班樓，一般雅食路也天幕做很有爭吵。多少還要做差。啊，好香哦！有皮到冇？嗯，啲都做菜頭，嗰個面，嗰邊頭嘅胡椒粉攞鹽，做樣做啲。哦，佢本身地北都出有米絲嘅。係，所以。哦。玩嘅菜頭班切下應該當上皮到本來嘅阿婆做下嘅面絲，而家出而家係菜頭班嘅時節吼，一香味就走出來咧。一般的你食菜頭班全部差唔多係，譬如講切好，煎兩面擦擦哦。揾頭油、揾蒜頭都當好食咯。係，我從細菜頭班做屋卡切卡做嘅，當漢地攞杯食攞杯做，攞杯做大部分做用粉嘅啊，啊食唔慣。跟你之前做嘅乜嘢？天子行業做幾久？做16年。16年啊！ 16年。咁乜嘅經驗，讓上來估一間農天咯。嗰時節係主要係因為公司嘅輸脱啦，係，你唔賺錢啦，佢愛退休嘅，佢退休嘅。因為其實想講白頭時間皮皮屋企，因為其實阿婆還在，阿婆94歲嘅，係個拉嘅天意拉嘅張呢邊張出世，就出世冇叫，想講皮皮屋企嘅，哦，啊看前做嘅經驗嚟是看咧，看做嘅下去冇，叫做嘅意思都，因為樣神法咩好啊，唔好像以前嘅神法按緊做。係啦，那個初心懂蔥油啦，一開始那個上講愛皮皮落卡嘅，嚟做了懂蔥油。好，切好咧，係要你好，你喺唔自家做豆腐魚？係，你係豆腐魚。咩係一袋一袋嘅咩？嗬？係，本來一袋一袋。給把它搗碎。係，先，你這是皮乾咧。很重。這個就是純豆腐，嗰是用全米酒落去俾吃鹽發酵，發酵3張嘢上做食。3張嘢咯？3張嘢，一天做阿腳嘅。你差唔多幾塊啦？2塊啊1塊？呀，差唔多2塊。2塊嘛，2塊那邊豆油，豆油膏咧，豆油膏。豆油膏要用豆油弄到的。哦，安尼唔好睇下冇？都冇變香到啦。哦，冇變香到，因為大家嘅嗰啲菜鹽咧，會出水啊，會出水。你啲伏卡不然就會進廚房下廚，也係講。係會天數啦。會天數。主要係同樣都會做。所以按用世界方式係你自家想出來，還是你朋友想嘅？實我朋友想嘅，因為香港攏自家有樣東西，所以結合是看嘅。哦，好，差唔多切咩切好嘅嗬，那油嗬。我講阿婆以前都講嗬，你係講愛煎嘅菜頭班，一天油愛凍到，冇叫佢鹽薄嘅。你要一天可以定期，一天可以燒。可以燒哦。你冇燒嘅，香港溫鹽。好啦，差唔多油熱燒嘅嗬，一袋一袋標。對對標。我講一下家種嗬，看到嘅青菜啦，到那邊買，全部都是客家嘅米絲，用全米做嘅菜頭班，真係冇同樣。你要慢煎，而家唔可以生鐵。哦。差唔多哈。你啲木卡話不多哈，還是還好。還好。做些啥冇？做些是全新經做嘅。幾輕啊，幾輕啊！而家當呢個農場啊，是出體學到呢啲木卡自家種嘅蔬菜料理之外啊，仲係我做成日是很有乜嘅娛樂做得搞麼？有啊。我有乜嘅？做得深夜來做得9點種菜。9點有個大片啊，種菜啊，有個菜樹嘅菜咧。嗰那個係要開舊嘅舊，以前做時可以通玩，從打起落嘅啊，也講跳房子啊。啊，我主要係搞嘅啊。做媽媽眼睛嘅夢想了哈，就冇講，哎，深夜有蠻好搞嘅喎。哎，真嘅呢，你看人來一天冇搞過什麼跳格子啦，然後打陀螺啦，然後講，我其實吼去夾嘅位。差不多給體能啊，就知道一切都值得，真嘅。嗰種農土地同情嘅關係哦，佢唔係講用嘴講就做嚟講出來。你們倆係唔細細時節嘅情感嘅連結啊，其實一件吼，差唔多兩面婆咯，有一啲嘅插插嘅。所以有啲插插樣子差唔多嘅亂咗進去了。亂，我打。係，我打。其實這有點像廣式的哈，炒蘿蔔糕。我冇看過安尼做飯呢，一神奇哈。哦，你阿出去講人家油咗嘛喺表眼度，因為亂咩水油。好特別哦。
感觉很像来到早餐店。头刚熬萝卜糕加蛋哦。跟那乱冰皮冰的皮上。对呀。今年安可以来去东上夹去来对呀，吃嘞。你制作的是了呀。哎，其实我吃到啊，自家做的菜头饭啊，我喺讲真言啲冇坑，我真係切來，按人去做的是的，沒有意思嘅嘛。哦。啥來做嘛嘅？炸來做愛先煸下酸的。哦，煸啲料吼。很強香。好，嘅酸的米絲出來就做嚟煸嘛嘅，紅菜頭下難熟先煸。難熟先煸。應該豆腐魚會辣咯。我豆腐魚做有3種，一種係紅曲嘅，一種做嘅一般冇辣嘅，還一種係有辣嘅。3種。金幣帶來係辣嘅嘛？金幣帶來啲係冇辣嘅。冇辣嘅。好啦。咁個澳門係因為啊，炸味凍好食辣，所以係講豆腐魚冇辣就得不用辣椒。做對係。嗰啲啊菜就看愛煸一道嘅，唔看迄好食菜就做大煸卡，對唔對？佢自家做菜頭飯啊，自家有做人賣冇？有，沒有做人賣。我成天哦。誒，當上。我成天。不開門有爭門。因為菜頭飯佢東南播出啊，一般傳統市場賣一袋袋切成煸蛋嘅，那2-3年做個轉水。一天轉水做唔得食咧。佢將來就做嘅是我切人嘅後煸人嘅就切起來，佢用真空包裝。哦。煸到1禮拜。唔講係特別講啦，好食嘅東西、似嘅東西，加食得最好。安心哦。冇煸，真係冇煸。好，你下其實差唔多係水嘛。係水。好。嗰個大家蓋一夾起來邊。一夾起來嚇。好啦。好，開起來哈。好，是啦。呢啲魚下本魚，呢啲油熟，係做得嘅。哦，既然我教大家講，真嘅買轉魚，雖然係真空包裝嘅，差唔多嘅煸結構。唔係無開吧？嗬。煸冷凍。冇種就煸冷凍哦。煸冷腸。煸冷腸哦。唔煸冷凍嘅話，切來會散。哦，真嘅啦。既然講開鍋咧。開鍋有時候建議開鍋就差唔多2年做嚟食得嘅。哦，一天要食得。喺講木坑人做2-3天，用食唔停啊！啊，煸冷凍也冷腸。既然做愛嚟冷腸。冷腸，還有一種方法，省注意咯。沒做得，真係少。沒做得。好咧，差唔多，大家嚟看一下。安尼係一條米嘛？做出汁料。你下煸下去嘅？煸到一直做的。哦。我哋高麗菜先撈啲豆腐鹽米頭先生意。好。以前啊，可能啲嘅做天子啱嘅時節哦，可能一張嘢啊賺咁多錢，唔過吼有時是健康冇顧到。你下自家啲料味菜自家做，飯你自家打，物該自家做，反而比較踏實，有冇？係啊，就是皮生嘢料。係啊，皮生嘢幾台？料嘅一啲料貴重一點，還一啲料都有機鹽，張好你好啲。哦，我覺得陪伴很重要，像伊呐，吼，當然可能你唔識人咧，你出地講啊，你自家有識嘢，地講用買嘢配啥識人來，直接出不會懂。好。好，安尼差唔多嘅嗬。差唔多。呀，炸個煸下去。本日菜頭飯啊，嗬，做得炸個食嘅日菜落下有嘅豆腐鹽米。好煙煙味。我嚟按做好啊，做魚落嘅係。啊，魚個菜前夾到下位。係等到改片啊，你下點菜些大部分係你煮啦，係半樣煮。啊，半樣煮。半樣煮。啊，半樣煮。既然我見你冇搶佢搶下嚟。係啊。係死啊！因為佢好容易冇馬我講下，係啊。哎呦，佢後面加到客家西龍，自家講。所以你有先搶搞機嗎？我用辦煮嘅步驟就知道佢下。因為平常時煮係最有看啊，所以睇下做點樣樣去煮。佢不講行。冇嘛，我講都糖嘅食，啲糖嘅食。我剛除咗卵啊下去嘅，其實它的蛋也有沾到那個豆腐鹽。豆腐鹽沒有。好，菜成鋪落底下，爆米漿來煸，安尼菜頭飯。係。咦，你看到冇？我知道客家人做嘅做咁講自家做嘅菜頭飯，你看安尼煎咯，安尼燦，佢都唔會爛嘅嗬。係啊，香港人要看到嘅菜頭絲嘅。好。真材實料。按做得。按做得咧嗬。來，掉起來。龍太家講，你見比愛搶太家食咧，係乜嘅？豆腐魚菜頭飯。我去試。試下哦。
真壁凤葱头嘿，哈。凤凰头先壁，你啊对油饭来讲，冻葱叶放中央，哦，有那个香味来了，嘿，炝锅一下哈。安尼出做的饭饭。系啊，其实要翻煮起来哈，迄人体其实 QQ 啦哈。嘿 QQ，哇，好棒哇哦！，准备啊一夹钟诶，野姜花也可以做汤，好香哦！我知道你要翻吼，煮了整件冻好，唔啲冇客家油饭，一天喺成炒锅。来，吉吉老师，吉吉老師，小小吉吉食咯。弄样啊，是家做的真金毛强用嘅嚼劲啊，还有嘅菜头的米丝，还有嘅米吼，我食到嘛介喏，食到当中我要转到我细细时节待的地方，用我我看人看他吃饭的感觉，哇，很感动。谢谢然后以含温度嘛介，温度了玻璃菜的米，还有嘛介唔做嘅豆腐豆腐鱼。豆腐鱼，我第一排吃到很特别的东西呢，其实我吃到两做的蛋枪温豆腐鱼那种，没做的，嘿，咦喏。我覺得你做嘅你係菜頭飯啊，嘅質素嘅口感，哦，唔係見你啊我背，你賣嘅芡實啊，賣得多嘅嗰種口味，韓國呢，你的豆腐乳，其實特質客家人嘅不下都有一隻不可取代的豆腐真乳。嘅。嗯，哦，嘿，你对米按有研究吼，看两米安尼，两唔讲两妈米，两再来米，再来米，还有配的面一天当厉害，唔来做嘛个，这个做一道菜好冇？做用糯米做客家油饭，哦嘛个油饭讲油饭，我拢讲哦，有很一好食嘅東西咧。嘿，阿婆最尾做油饭哦，嗯，唔懂我啥好咧？阿婆啊，阿婆两片阿婆来比啊，来做客家油饭，来做下客家油饭。客家油饭啊，我拢讲。客家油饭在我面前，用饭做唔得，因为我婆，我细细时节，我哋一啲冇揾冇嘛是油饭，因为我是我婆做的，我关呢。哦，我说讲，我對這個很精哦。好，嚟做嗬。幾時啊？唔成幾時嚟？你話最特別的係肉嘅話，基本上用嘅梅條肉，梅條哦，梅條肉，哦。梅條肉嗰個我先醃過，唔成哦，唔用乜嘢東西？用米酒、米酒、鹽、胡椒粉，哦，先醃過。烤地嘅蒜頭，蒜頭。先醃過的原這因，非常客家的味道。讓它入味。係啊，醃肉先用梅頭。先用米頭啊，做客家味。差唔多1點鐘，不用1點鐘啊。我檢查一下，香菇，還有嘅下邊哈，你係說蒜頭沒有？還有鳳蟲頭一定要嘅，鹽水沒一定要嘅。好，好了，開始做。等你先來，我用嘅東西切好。鹽水哈，我印象中啊，我婆做油飯嘅時間一定要上米先炒呢，因為時間係冇你先做嘅。時間嘅關係，我就先做好。做幾味？嘅米咧，米咧我先浸差唔多2點鐘，4槍後浸好以後，我用嘅卤汁，看以前有卤嘅控肉啊嘛嘅，喺冇話就用調油落去。老師有問題。我婆以前做啊糯米，以前糯米較硬嘅喎，佢都泡高壓咧。哦，貴硬嘛。係啊。未做得。你講按用煎嘅話，嗬，寒天啊冇問題，你熱天做溫水哦，佢冇話嘅溫度調高，嘅米會有米頭。我想起來，以前我婆就講，夾下來溫水，嘅米愛溫水，出嚟到安尼拖嚟嗬，嚟。真就實照下來溫水。係啊，就實照下來哦。好，切香菇，香菇愛泡水。大家有一個錯誤的觀念，其實啊，冇一定要泡熟水，泡冷水最好。對，泡冷水。如果泡冷水，你做泡阿久就會啦。係啊。你比全部我夾啊，我夾係用熟水。係啊。按你算起來，跟亞木卡以前兩天嘅應該係中米哦。係嘛？中米啊。係啊，冇用我要按你甜條咯，你下一潛落按你整件當難。下邊唔是這個切咧。唔是嘅細號啊，細號嘅哈，細號係做得。嘿，我講客家嘢出嚟，下邊一天規則，看起來還有影。好，按你切好嘅哈。按製作來做。好。
来，这个龙妈妈讲哈，因为啊时间的关系哈，米要先炒高用那嚟料，不用落天网都煮。头家讲，喺屋卡有嘅烤肉嘅汁，也係講跳油未做得。跳油未做得，煮先米浸好以後啊係，煮入鍋嘅，佢落嘅卤汁用落去炒。炒高。先燜嘅米先塞到嘅卤汁，塞落去炒到差唔多嘅水炒走嘅，再拿起來。啊，頭講嘅就是用翻蒸啦，用翻蒸蒸。兩人啊，防片就用天幕嘅蒸。係啊，天網做天網當防片啦，係啊大插牌或插銅牌。我嚟開始。要哈，好啦。其實煮了 U 盤當肥功能，因為想到煮了 U 盤。按用阿好食。你要夾油，你這叫賣鬼乾的油蟲沒做得啦。問題說就冇好食，係迄特種東西啊，是講用別個啊好食。我做客家人最厲害的就是講，他們那個組合起來嘅料嘅米絲，係配上冇嘅。你看，伊冇擺食油飯，譬如講當有名嘅嘛個米糕啦，吼。奇怪，食嘢出冇人客家米絲。啊，冇就係英雄來嘅時節會買個 U 盤吼。好，正壁鳳蟲頭吼。鳳蟲頭正壁。你啊對油飯嚟講，當重要。當重要。跟煮了 U 盤也係你半樣教嘅嘛？阿婆傳問我媽媽，然後我媽媽就傳問我朋友。祖傳呢？阿婆嘅米絲。所以你一套料理唔單唱係自家愛說咯，其實還有動態嘅意義吼，就係阿婆嘅 U 盤傳承下來嘅米絲。係啊，還有煮本睇家事。特別細時就上到阿婆。嘅係呐，嘅唔生下來全部人拉嘅，也心橋。心橋係唔咁上到安然意吼。上來嘢。拉係實最好嘅。今日就開始講我轉去屋下自家做呢農場嘅世界啦，屋下嘅人日本人用半改，給你什麼樣的回應嘛？一開始啊，其實一開始我媽媽是反對的，連我朋友沒當反對。你想講佢上班生意急，是當問題啦，做嘛做得做，按辛苦要生一頭。做嘛東西要堅持要手工做，又冇個量，做又唔耐標，係啊。媽媽一定想講韓硬學嘅講唔通，有冇叫硬夾，硬夾，你學嘅要講硬夾，硬夾哦。好，沙丁表蝦米。你量攏太弱嘅，就當你好生那個就不用它多誒，不用它多誒。好，要標咯，你試做英強股嘅標嘛？可以標。好，我攏標好嘛？好，是bon。來。所以媽媽對一開始嘅反對多兩下。有嘛個無強樣嘅講法，也係想法嘛。鼓勵啊！伊倆慷慨啊，唔係，我伊講按堅持啊，其實都我入邊當支持我啦，坦白講咪當支持我。你像蔡妍嘅事啊嘛，伊攏我聽說我，沒有教我，那有問題一樣，伊就會讓我講。哦，有那個香味來了。嘿，就是按樣有香誒，就做得咧。好。打個先撩起來，個打先來。撩起來嚇。一炒肉。炒肉。好。傾下油嘛。好。好來。一起嚟做。好。按做得嘛？按做得。做得哈。做得。其實你唔會開玩笑啊。你係講見做要見講法嘛，強嚟做唔錯。唔會啦，我做唔錯，我觀眾朋友做一做，因為奇怪用米絲冇強樣。唔會講嘅嗬，人家講對油飯懂清楚嚟做，其實我要搗亂你。是當牌啦，開玩笑，本冇按緊張，其實啦，我知道會下廚的男人真的非常的迷人，你知道嗎？係啊，你專注的時間就說哇，這個。旁邊有光會發熱，真的嗎？真的，真緊，把我們的招牌都照亮了。真緊哈，雞肉嗬，講梅條咪嗬，梅條咁樣下去炒，其實肉攤咧有一些些油啦，有一些些油，有上成你想講，哇，油飯當中當難做樣嘅嗬，其實唔會呢，你看你啊，油飯係真人做好。韓做得標哦，
做得表哦，不用北做得表，还是你模式特就做的然后冷冻，保育了冷冻，而且时間，所以多人张拿多出来，基本上整的做的。一定要用整哦，用整。嗱，你阿龍他講唔好用微波，用微波會踢走會硬嘅。啊，會硬。咁個冷凍之後拿出來就個吹過，梗係口感，用辦法去保持到長煮好嘅嗰種感覺。主要嘅飯啊，因為唔變過嘅飯會變硬啊。係。跟愛整嘅話吼，做到嘅飯當薄，飲到水熟啲，再加到水熟啲啊。啱吹起來就唔會硬硬咧。係，做唔會硬硬。跟住辦個肉盤啦，你客家人做出來嘅肉盤，口味肉嘛係冇共用。你客家人咧主要是講用料同食材，因為自家做自家食，嗰係有飯。飯嘅話部分你全部用整嘅，像以前全部用飯整整。係啊。啲飯都當條，當好食。唔像你阿攞一般嘅油飯係生活麻煩啦。變到唔係食油飯，變到食嘅地啊，食嘅紅亂啊，咁嘅。啲飯店都冇買米湯。好靚肉差唔多炒，就加龍加嘅料，開條不用下去。平香嘅料不用下去。我打佢調油。好。你其實還蠻不用調油之前嘅炒肉啊，就看得出來有醃過的顏色跟沒有就不一樣。有炒，哎，你肉雖然它比較嫩。調油變落以後，跟米湯調米又係那香。炝鍋一下哈，安尼出做的飯飯。係啊。大擺都，然後講迄個些時間，阿婆旁邊煮啊，就富唔差，講哎，放下鹽巴。我有人客數嘅啊，佢攞買油飯食就200塊，攞講調價。買批條。我買批條咗喎，像買條，我講幾100買到幾啊盒啊，我買到很多盒我要食。冷凍的啊，凍的，上次就是一碗白飯，那調嘅味料啊。你還講你煮麵，你做的煮麵很好食。煮飯條。真嘅。好，你撩乜嘅？可以。你撩起來下。係先撩起來。因為呢飯啊，嗬，就用落去。米湯啲好一下少啦，好少。一料嘅人做得料掉出來，個料掉嘅，第一當當歸嗬。飯底都話磨嘅。哦，分一下。其實呢飯煮起來嗬，喺冷體其實 QQ 啦嗬。係 QQ。喺大白看到油飯嚟做，拿出旁邊要準備四神湯。做乜嘢四神湯？很搭，你不覺得很搭嗎？真的嗎？不然你都煮乜嘢湯嚟煲？係啊，喺講油飯嘅啦。油飯冇天嚟，嗱喺食起家種跳滾湯啊，喺無數菜條湯。菜條湯。係。做得哈。哦，先撩起來。先撩起來。我哋喺香港幾愛做乜嘅？我哋直接食做的，我是香港打多劇啊，好看。你看佢呢，做事情真嘅冇窮用，他真的很細心呢。你有為你的小孩做飯碟嗎？冇呢。你要補養做呀？你啊，學校攏有營養午餐啊。對哈。對啊。跟你有嘗試做一下，本來生也是啦。哎，我要是有這樣的爸爸，我會很開心呢。生也啥爸興一齊煮。生也你你會煮哦？我呀，連個生佢會煎卵啊，講佢燙個水餃攏曉食啦。真係假嘅？而家當到家長攏因為講生也按時間拿多嘅啊，硬是做完開貨當危險。其實唔順康訓練，訓練做好呀。佢按你講好，你先再訓練下擺兩隻牙來好冇？佢我先教佢講下，我先會講下。學幾多人哦？我便宜喎哦。好。後來是。哇，倒扣係嘛？好，聲音哦。哇！你看啊，你看遠，哇，油油亮亮。我又要講我的名言了啦。請說。係講，而家喺聊起來身吼，差唔多50 kg，你阿做嚟買500 kg。哇，好棒哦！哇，準備了一家種誒。哦，你睇這一家種野薑花有啲。唔怕。還聽講。野薑花也可以做湯。做得。當香。這叫用泡來上面做的。好香哦！一家種誒，像我哋野薑花哦，加鹽嘅，無農藥，嗰種5月節嘅時候摘個葉嘅落，塔種誒。塔種誒哈。野薑花種好棒。
好，掉起來咧，完成咯。撒下來搶睇解釋嘛嘅，客家油飯，客家油飯。给两麻粉，太白粉，这是它的保护膜，给扎上，你看金黄色。现在做好我们的金沙，金沙，有吗？哦，它是不是很粘稠了？哇，哎，水出气泡哎，一定要一直搅拌，哎，搅拌，莲蓉没有出来嘛？哦，好香哦，哇，刚才破冻酱哎，我好像来到古埃及，神秘的金字塔，很香哦。有分类嘞，来吃到你家爹煮的时间啦，来就吃到后啦，我们平分秋色，硬要讲平分秋芒色。色鹹甜，試試看啊！有嗎？係當咁痛，因為係當佢冇食到安尼家鄉味。我知道你阿飯吼煮咗真件當好，你冇客家油飯一天都成炒過，你喺當特別的技術吼。其實你係暴露中嘅一地位都咩種嘅啊？係啊，係講唔出嚟，所以真件當好食，甘拜下風。其實而家要差一些些嘅啦。唔講油飯啊，嗬，啊你客家語辦我講門攞飯，係門攞飯，係用門嘅。其實剛剛啊做嘅時間咪好，唔係講啊，接到我嘅飯後啊，我就多係一天就多再轉別熱，特別下半嘅米湯俾做食落去，係啊。爭會有嘅香味。我講其實你客家人油飯一天要幫你做梅條，我講譬如用奇怪食起來做磨暗黑。係啊，香港上去啊，學起來啊，因為我想去出隻賣轉移，讓你趕緊看重用。香港我知道啦，吼，就是出聽肉啊，安尼上去時候我會賣嘅，會照之外，喺最緊吼，就係啲味都拍拍，冇熱味。係。嘿，咁講呢煮嘅就係阿婆嘅面試。真嘅。係。就那種講啊，迄個嘅給味，那種我就覺得很像穿越嘛。我講我家有講煮嘅時間做一邊睇副講，做一邊買什麼？下擺吃飯啦，蘿蔔乾。哦，做得。蘿蔔乾。蘿蔔乾。一天要變下去。我講唔家講一個種嘅，我吃食本睇下看一下。你野薑花自己做的事，整朵都可以吃嗎？一般飼料花的我哋唔睇啦，花粉就哦，我飼料做好嘅，我飼料。這個也要做得當椒。我證明講嘅，給你真件無毒無農藥嘅食本睇下看。然後再配一口這個。用飯。我跟你說，你閉上眼睛，你就是覺得你在野薑花田。你又回到他的農場了。對，我又回到農場，還把我叫回來。真運動厲害，而且這個野薑花好大哦。根本你是擺盤啊，很寬點。其實野薑花唔雜嘅細細，做用泡。用泡誒？用泡嘅咩好食？色西燒是做得啦。用泡咩做得？哦，講按蔥油，你地方按好，自家做菜地板，自家做嘅東西。你啲主廚一天一出來都搞厲害啊！你介紹一家歡樂主廚給你認識一下，好嗎？歡樂農場，歡樂主廚。香港啲煮菜嘅東西哦，哈，絕對符合你說的。真嘅哈，講出來，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你奉養你個彌勒佛主廚，總業務主廚，主廚你好，哎呦，彌勒佛來了，彌勒佛來了，哎呦，有冇有歡樂嘛？有嘛？我特別看到佢嘅心情變咗閒啊好，根本佢係用人嘅材料做東西，係做乜嘅啊？金字塔沙蘿蔔乾。哎呦，金字塔很神秘哦，金字塔沙，菜頭板，有好奇冇？有哈，極下看下金字塔沙
彩头版。哎呀，业务先生啊，我俩。勇敢噻！我每次看到他，我就是弥勒佛，我好开心。有看到给他面懂翻译吗？有我们有搭配你的主题，所以这栋饭楼给煮出来，搭配你的欢乐农场。嘿呀，弥勒佛煮出来，弄讲，哎，你家头前设在菜头板给煮的啦，你敢用菜头板啊？弄讲，你要抓下去，我告诉你，你们的菜头板要顶天的。真嘅哈，好来开始招好。今日节目一下菜头板一定懂重要嘛？你係練舞呢？練舞哈，你係經濟哦，像不像經濟？你係鴨卵係啊？鴨卵王。哦，好來開始做。後來從真空菜頭板哈，才唔是心態開，唔是心態開哈。謝謝，好。哦，我覺得你看給他食材，用那種愛的感覺，你知道嗎？很細心的感覺。煮出有壓力嗎？有壓力嗎？有。其實師傅話講，按你切起來，名迄人做提供，你啊正經自家做菜頭板冇共用哦。冇共用，雖然看啲菜頭板吼很扎實，也一天哦自家做的，一天自家做，也一天自家做的，哦，生意開好，啱好。給你麻粉，太白粉，我問一下，我問一下，好，我來幫忙哈。跟你燒係做乜嘅？等下喺油嗬，用河啊，我炸，給油溫嗬，差唔多要到160度。有冇係先炸過呢？因為蘿蔔糕佢沒有沾太白粉，還炸油哦，椰糯米，這是它的保護膜，太白粉還給。蘿蔔糕，菜頭板給保護膜。哦，你下先嚟做乜嘅？先嚟做好我們的金沙。金沙。一般嚟講，金沙，你用刀的啊，按你牛肉綿之後嚟做嘛？你會嚟做嘛？係，我打過。打過。因為我打過，你即係用海切嗬，如果有顆粒。哦，唔拉腰。唔拉腰，按海打好，你等下打下以後，可能是它會很綿稠。對，不用嘛嘅，不用你啊亂網。亂網還要好誒。你做的咧？亂網要先去蒸過。哦，對，就像講奇怪嘅，看起來食冇咁樣，一先蒸過。係蒸咗5分鐘。你蒸過又係冇得叫嘛？唔係，好，得下去。你係說鴨卵油？唔是不用水？唔是，中國唔是。有嗎？它是不是很綿稠了？好，這樣就可以了。按住做的。按做的。好，按油差不多160度嘅好。蘿蔔糕下去炸。看哦，它的160度，它下去炸的，你看它會馬上起泡泡，它油溫就夠了。給油溫就大概160度。咁我下係冇嘅溫度計啊，我用辦法判斷幾多160度咧。給筷子的下去試，起泡了。哦，就做得咧，做得表。來，劉先生，來幫我們裝，按了。3個20。謝。好，我們利用下去炸蘿蔔糕時間我們先去旁邊這個。好有參與感。用它嘅油。用它的油。給油一啲咧，給2匙。太拍粉啲地板唔怕。唔怕。3匙。讓它加了咖啡色。好，咖啡色。應該啲你會看到3個色來啲摸下感覺當好咧。是不是？係啊，那就等許就好咧。是不是很好看？感覺。其實這樣加起來就是福祿壽啊。對啊，我們有一個彌勒佛。是不是福祿壽啊？好，你喺舊太講用板銀做金沙，知道嗎？金沙。一般嚟講油會較多哦。因為它金沙都沒有加水。冇加水。綜合金沙。跟火做唔得同態。一個是唔怕，一個是還有海草。海火海。哇！水出氣泡誒。有海海草。我記得啦，我以前自己用刀嚟切的話，出磨按油，跟佢炒咗差唔多起泡。驚你用炒，一定要一直攪拌，攪拌，椰香沒有出來嘛？有嗎？好香哦！好香。都飄過來了。好，還用時間嚟炒，椰起泡要1年到。安尼1年到。
哇，该破洞酱哎，嗯，它色泽也很漂亮。嘿，金沙哈，这很像这我们那个，出火了，哦，中国唔爱。这很像喝啤酒上面要有一个泡泡，那个比较绵密感，是吗？师傅，安用葱哦，有绵密感。啊，超好的哈，嘿，广佛。管火，因为它还会持续加热，差不多。对。好，跟旁边面泡都差不多。差不多，你看哦，你炸上去金黄色，啊，那可以广佛。管火，哦，可以用把它管火。的萝卜糕呢夹起来。好，你在夹的时候是不是萝卜会清属于嘛？素素，哎，感觉像个婆嘅挑夫。同胸婆会挑夫哈。你看我们炒好的时候，它的起泡还是有。嘿，哦，炒，有的人炒中嘛冇泡中唔得持续那么久。因为它在炒的时候，第一个野火控制到没有那么好，第二它在炒的时候它没有搅拌均匀。要搅拌均匀。对，那我们现在下去了，嘿。哦，刚才吃到刚刚你用这个料理机打出来就当葱油了。哎，关火下去拌就好。好，重点来了哦，来莲雾，我们也不用炸过。哎，莲雾哎，我们这个莲雾呢，我们可以当成说金沙莲雾。哦。哎，也可以跟萝卜糕在一起。哎，有配的东西做得代替嘛？譬如讲菱角，菱角可以，菱角做得。还有大芭乐。芭乐，还有草莓，草莓可以，哎好冬天的是草莓，哎你要懂好。好，那这样子，你看它起泡还是有，嘿，结合得排，哎水要出走嘛，唔是，唔是，哇，莲雾哎，头刚啱农场有种莲雾嘛，有种水果，唔知莲雾冇种，不过家师傅有讲芭乐，哪个水果种可以？哎，像火龙果啦、奇异果种可以，好，那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些蔬菜。哎，我吃芭乐没当中有，芭乐不用还强旺没当好看。哎，按你搅拌均匀就好了。搅拌均匀，然后它的起泡就没有了。哦，那你看它的莲雾啦，还有它的萝卜糕，嘿，有冇？都沾到了这个金沙，最主要是没有。嘿，没有。好，那来盛盘了，好。盛盘哈。爱迪嘞，嘛个很多金字塔，哇！我知道你们懂西行呢，因为家人哋头家佢做出来咩呢？天天的边要有一个美感哈。你看爱妹弟讲做嘛个嘢，菜头把它切到安尼四四方方一块一块。来了，那它的莲雾呢？嘿，我们可以放在碟盆。哇！我好像来到那个古埃及，神秘的金字塔，很强哦。其实因为个乱网有限的，所以唔是这个调配的马来亚嘛，都唔是。唔是。好棒。一点的都冇大松哦。来，韩国了，安尼做得嘞。做得嘞，好来，听下调一下啊。龙太家讲。住所抢太家什么该？金字塔沙萝卜糕。金字塔沙吹牛吧。摸摸还酥酥，底部都嫩嫩。来之后等厉害就是你的菜头饭，它那个扎实，然后讲它又很像鱼肉。来哦，来食金字塔沙菜头饭。很厉害哦。酥香，摸摸还酥酥，底部都嫩嫩。然后讲沙狗配这个，我一直很好奇的莲雾。那没想到莲雾弄
金沙这么大哎，因为你的笋样一滴滴的听听，然后来之后当厉害就是你的菜条板，对呀，它那个扎实，然后讲要生起来，它又很像鱼肉，你知道很像那种很扎实的鱼肉，又当种给牛，可是吃起来是萝卜糕的口感，我觉得太厉害了，真的当厉害呢，你真的有學到阿婆阿妹嘅手藝，係啊。做嘅吼，搭配下金沙炒起來都很好食。有件事唔可以講翻。你說到嘅材條板先咬下去啊，一直係啊，就給上。來，相公，那個我本來就很喜歡吃鹹鴨蛋的蛋黃，係啊，它結果大皮水果。也太搭了吧！你真的吃的都會讓人家笑眯眯耶。真嘅嗬，條架要烤起來嘛？要調學到。你用仔當油鹽。雖然有鹹甜，當好食。真嘅嗬。一般上到講，誒，加龍眼還有其他水果，誒，都能拿來用。阿拜做係用做個本銀行試食嚟烤起講，你買個東西。真嘅，你看，第二做天子都嚟下嗰一家嘅成分，你知道你自己最大嘅改變係乜嘢？最大的改變咯，應該是心情上啊。以前是為到賺錢，為到賺錢嚟做事。個為到業績，阿啲唔是同事業，不看人又顧得到，健康又顧得到，啊，事實都同。你係業績，乜病嘢輕又補用。冇啦，開玩笑。跟我就懂厲害係講唔堅持靠，真真實實他在土地上嘅時間，你這樣提講啊。原來我真真實實的活着，好，有特別有像南北咧本喊那東營地嘛。希望講啊，我用一種農業當田園的農業，做了本地嘅銀行，提供食的東西很容易種出來嘅，個加工的東西很容易做出來嘅，每種料就用化學嘅，用加香料嚟做，嗰種係農業係會一條東西全部嚟改變做到變以前。上班的時候學嘅啦，做個 SOP， 做標準作業程序做出來，嗰時開始教小朋友做 DIY， 像家阿你食到嘅菜條板，你做得，但其他產品當多，我攏開始攏可以設計變到一種課程。哦，套裝的形成就是好，因為你看人木主攏幾樣按鍵，他突然間演戲哦。那條真你要聊天法咧。哎，主廚。你不用了解世界哈，我係幾個片了，你了解食材變到哈哈好食，你叫我講了，做得咯。強阿姨哦，這個神夢主廚哦，神夢條家哦，已經記得咯。吩咐我咪強阿姨。冇問題。各位觀眾朋友啊，各位鄉親啊，你要記住冇真真實實大菜腳，讓到體內下去，感受一下自己活着的感覺了。給親時間哦，好好的。到戶外走走吧，好不好？你喺無限嘅時間，也係講唔抵耐買法，所以薯塊呢，價又好食。歡迎哥哥來主持。上來了哦。什麼嘢啊？來食。基本呢當團體來價又好食嘅節目，講下有其他後小片嘅農業咧，挑夫兒菜條飯，或者客家油飯一兩套料理。咩希望啊！其實前面嘅觀眾朋友，有興趣嘅話，有很多大聲嘅香料是，喺農業行香料材料一下，歡迎大家試試。